今次呢個員工單位係位於馬鞍山嘅官欄雅軒933/3房，業主偏好光猛明亮嘅感覺，設計師整體採用咗輕法式嘅設計，配合電視牆做咗弧形天花，入戶櫃整體都採用咗歐式嘅櫃門，配合雲石紋嘅台面，玻璃櫃入面加設咗燈帶，令整體設計更加立體。頂櫃有大量嘅置物空間，就唔使驚雜物冇位放，一家三口嘅鞋櫃空間都十分足夠。廚房業主選用咗米白色嘅亮面櫃板為主，雲石紋嘅台面都加設咗前後水檔。吊櫃我哋幫業主放咗個拉籃，可以方便拎取雜物。地櫃全部都用咗斜角手拉，令到整體設計更加簡約。主人房套廁都係其中一個重點，以玫瑰金作為主調，做一個輕奢風格。洗手台五金使用復古黃銅，配合置物櫃嘅設計。鏡櫃內部空間都好大，浴瓶同衛浴呢都係用返同色系嘅五金，整體視覺效果就會更加和諧。主人房設計咗一排到頂衣櫃，加上地櫃連接化妝台，同廳嘅櫃款作呼應。衣櫃空間非常寬敞，門後面都係做咗衣櫃，入邊主要係以層板同櫃筒做設計。業主想做一個玻璃櫃喺書房放獎狀，連同電腦台吊櫃，大大增加咗儲物空間。衣櫃呢亦都可以放過櫃嘅衣服。主廁有浴缸設計，業主選擇咗深藍色嘅磚作為特色牆，配合同色系嘅羅紋儲物櫃，下邊可以放一啲廁所嘅清潔用品或者備品。今次介紹就去到呢度啦，明興家居之後會有更加多嘅裝修實例同大家分享，有興趣亦都可以到我哋網站睇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